走，甜甜，带你消费去。哎，你发财了？刚签了一笔大单。啊，那你有钱还你爸了？什么钱啊？啊，不是咱上次一块儿出去旅游，你卡限额了，那不是叔叔掏的3万块钱吗？那有这事儿吗？啊，再说那是我亲爸，哪有欠这一说呀？不是，你可别这么说啊！这钱要是给他了，那他还有挣钱的动力吗？你再说了，他这个岁数啊，正是为社会做贡献的时候啊。不是你这样不好吧？你听我的就行，一会儿啊带你畅吃一顿，再带你按摩放松一下。那起码得拉着叔叔一块儿去呗。那你要带他去，他不就知道我有钱了吗？再说他是那高档次的人吗？你，哎，甜甜，我刚才呢，我就是在考验你呢。你知道，咱出去吃饭，咱能不带咱爸吗？哎，爸，这不正说了吗？带你一块儿去吃饭呢，去消费一下。行啊，来，我找你单独聊聊。没有，爸。里面唱嘿。